阿嬷有一个介厉害的所在，哦，就是我介熬离婚，离几届？总共离婚3遍。哇，离婚3遍无稀奇哦，但是有啥物人会当想我安尼？离婚拄啊好，伫迄个台面顶头咧，就亲像即马吼，我单身已经5个月啊，我第一段维持5年，第二段15年，哇！第3段25年，哇，安尼。安尼是几年？那也变瘦哈，瘦哈。我即马今年的新年新希望是啥物？你敢知？我是希望吼，2025年，搁会当互我一段的婚姻，会当维持35年啊！安尼我的人生就圆满咯。啊！感谢大家。那姐啊，你即摆结婚以后，我有较无闲，我就无通去要承包啦。好，希望你真紧找到你的呢真命天子，会当讲较久。35年，我基本上吼一定爱40岁以下的，才会当甲我维持35年。40岁紧走。